妈妈的味道。阳光灿烂，妈妈在院子里洗衣服。今天的天气真好，赶快让衣服晒晒太阳。妈妈看了看院子里的花圃，哇，又开出美丽的花朵了，小花一定会喜欢。阿光起床后，换上干净的衣服。哇，衣服上面的味道好好闻。小花在打扮自己，挑选头上的花。妈妈帮我采了新鲜的花，好香，好可爱。到了傍晚，妈妈与奶奶在厨房准备晚餐，满屋子香气。营养均衡的食物是家人健康的泉源。在屋外玩耍的阿光与小花，闻到从屋子里飘出的香气。哦，好香哦，是妈妈的味道。全家人一起吃妈妈做的晚餐，大家一起说：谢谢妈妈。故事读完了，小朋友，你想要分享故事给你的妈妈，把卡片拿给家人看，说说故事吧。